短线上我们刚才有聊到了，可能就在下影线之间做一个区间。那就整个中线上外资它防守的200日线，也就是夹在这个半年线跟年线之间的这个点是蛮重要。OTC 刚好也回撤到这个位置，所以下周来看的话，应该还是一个横盘走势。那当然。第一个疫情的部分不要有再更扩大的这种状况，它会影响到整个心里面的部分。那另外整个台股在这边中线上是盘整偏弱，已经形成盘整偏弱，短线上有可能反弹，但是弹可能是一个横盘的反弹，弹一个特定的族群。像刚才的跌升反弹的这些个股，或者是短线上防疫的个股，在这边是比较有机会。那至于整个指标股的部分，像台积电、鸿海，他们都已经领先见高点，而且他们的中期均线已经都率先的形成一个月季线下弯，所以台股接下来的走法有可能就是照着指标股的走法，但是跌升了，它会有一个这个酝酿一个反弹的这个契机，所以说接近季线的部分就做一个这个持股的这个减码。下周的这个整个事件的部分，当然第一个就是整个我们的疫情的部分有没有稍微得到一个控制。那另外整个美股的部分，因为它的中体均线也是向下了。所以原则上在这边可以拉高整个持股的这个部位因为毕竟整个台股它第一波通常会走一个这个破线的这个走法，那接下来跌了一波之后，它会先进行一个横盘。那至于往后是有机会，也有机会形成一个所谓的这个盘跌走法。不过我们来看一下，还是要看整个指标股的部分有没有率先再去做一个发动。像台积电、鸿海能不能再重新站回整个中期均线的部分，这个对台股来讲算是蛮重要的这个指标性的这个个股。以下周来看的话，第一个防疫概念股里面刚才有点到的，像瑞基，像台药的部分。那至于整个已经有涨了好几天的毛宝的这些这个清洁用品，这个就比较不建议。那4月营收表现不错的，像主机板里面的这个3515的华擎跟2377的这个微星的部分，配合整个第一季财报，像华擎第一季 EPS 已经到达4.14元，那整个4月营收又有创新高的，相对来讲，在整个这个压缩盘里面是比较有机会去脱颖而出的。那微星的部分，事实上它的获利也不错那这两个族群都是蛮值得留意的。短线上就在之前的低点15165到这个16000之间做一个区间的横盘因为季线的位置大概只是有16400，那越接近季线的话，可能就要稍微做一个这个减码的这个持股。那至于之前的下影线的低点15165，可能短线上会有支撑。那至于整个加权的部分也许短线上会反弹，但是就整个中线上来看的话，还是要稍微保守一点因为这个已经形成一个中期均线向下交叉比较不容易直接去扭转整个这个均线架构。